神创造男，创造女，特别让妇女有神美好的形象，有神美好的恩典，他们成为人类历史传承当中做许许多多的祝福跟贡献。我们特别要在这个主日，借由我们的圣经的话语以及所有的礼典的礼文，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特别是今年我们为台湾来祷告，愿神亲自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敬拜以及祷告。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呢礼拜跟正常的程序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不过我们刚刚前面就有一段由姐妹所带领的祷告文、宣召文。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牧师所分享、所宣讲的，他这个主题是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在最近这2个礼拜同时使用的，那就很奇妙哈。虽然圣经的话语每一段话语都非常的珍贵，但是全世界的教会都同样用这段经文，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那我们看见这个主题，也是全世界通用的主题，叫做“我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心”。那这段话我们就可以看见，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所引用的以弗所书的1章15节到19节，特别是第15节，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就一直开始就宣讲说，因此自从我听到了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以及对信徒有爱心，从这一段开始成为我们全世界妇女带公祷日的主题。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等一下再用经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运用这样的主题来敬拜呢？是很特别的，是因为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在这2个礼拜同时用同样的经文、同样的祷告以及同样的主题来敬拜神，而且特别是以妇女姐妹为主体的他们今年为台湾来祷告所以这些礼文呢，有经过我们台湾的教会许多姐妹，她们应用好久的时间参与撰写、参与整理我们刚刚看到这段影片我们看到很熟悉的诗歌，就是耶和华祝福妈妈，但是他用英文唱的，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影片就是要传递给全世界各地的教会，但他们各国的教会把那些文字再把它翻译成他们当地的文字。不过诗歌就是这首诗歌就是我们教会的信仪姐妹她所写的很感动，就是这首诗歌成为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听到刚刚我们这个投影片好像有一点这个太宽了那些文字没有办法全部呈现出来了不过我们前面的电视荧幕倒是没有那这些资料是因为全世界各地的教会同心关怀台湾，那牧师要借由这样的氛围呢，跟大家分享这个公祷日的一个由来也让大家一起重新去参与，说全世界很多姐妹她们借由这个公祷日一起在关心各国这公祷日呢，它的英文简称叫做 WDP 就是有一个协会一个常设的组织，它是起源于1887年已经100多年了100-200年了加拿大跟美国的基督徒妇女他们共同促成的他们是想说我们能够为自己的家乡、全世界的多元宣教所发起的。那这个 WDP 的总部它设在纽约那所以全世界150个国家的基督徒妇女他们共同参与他们每年会比如说今年有台湾对不对？就是在前2年就台湾的团队就开始邀集一起思考要用什么东西来呈现介绍台湾，让全世界的妇女为台湾祷告。那换句话说，别的国家他们也是用这种模式，在1-2年的时间就开始撰写，而且还要经过这个总部他们的认可，说这个内容是合乎圣经的、合乎信仰的、合乎你们这个国家的现况的然后就整理出来。那我们台湾的
这个祷告就是由台湾的妇女所整理出来的，然后就在全球各地同步举行联合礼拜。他们所约定的时间是每一年的3月第一个礼拜五，3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五，就是接近妇女节的前后哈。他们同心为每一个国家祷告，也许有些地区是2、3个地区同一个种族群也不一定，但是基本上是一个国家。那又借由不同时区嘛哈，比如说我们台湾这个时区，那在日本就跟我们不同时区了，他们提早我们1个小时，对不对？那后来在我们看到泰国那边又比我们慢了，那到欧洲就比我们慢了5、6个小时这样子。所以不同的时间同时就是用这个经礼文来做礼拜，等于24小时都有人来连锁这个象征这个意义很重要。那我说今年代祷对象是台湾，每年的3月第一个礼拜五，今年是3月3号，上个礼拜五哈，全球的基督徒妇女他们就差不多有146国哈。当然这个国家有时候有参差的，有些可能没有参与也不一定哈。那有大概155万个这个姐妹来参与。那今年呢，我们全球妇女呢使用了同样的礼拜文哈，翻译成79种的语言为同一个国家祷告，那就要实践在主里面的合一的美善哈。那所以这个主日代祷日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分享、给予的日子。所以每位参与的妇女都带着为世界和平、公益跟需要代祷与奉献的心，一起来攻守这个世界公祷日。那通常因为有的教会他们单独一间教会自己举行也很多啦。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小组化的，我们的妇女团契好像好几年前就，也不是说解散，就是把它改组了哈。好像没有一个专为妇女所设的一个单位所以呢，我们教会很久没有用以姐妹为核心的带领的礼拜他们就用每一个姐妹参与。不过因为今年刚好为台湾，而且那个礼文都是我们台湾妇女自己做的，所以牧师就建议说，是不是这个礼拜我们就是采用一半了因为其他的礼拜要召集妇女比较困难，我们就这些礼文由我们的姐妹来负责来带领然后主要是刚刚我们看这张海报，也是我们台湾的姐妹自己设计的这张海报呢，是目前还在德国汉堡一个学校进修艺术治疗的肖慧文姐妹所绘制的那有讲到说，这一个海报的公文那个里面的设计有一个很深的意义是什么呢？基督信仰如何为这个我们现在外交很孤立嘛好像我们跟世界每一国都有来往，但是就是没有外交关系，没有政府的关系我们怎么带来平安、指望跟崭新的眼光我们看这张图看起来很有台湾的气味他有做一点解说，牧师用讲的，这样我们就不用看字，我们就看这张图就可以他说设计理念是因为台湾曾经好几次被殖民统治的经验这个是我们台湾过去的历史，从400年前荷兰人来到这里因为这些轨迹呢，造成这座岛屿塑造成了融合多元族群文化的温柔面貌。我们说温柔面貌是什么呢？我们一个土地有不同的种族经过，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特别是在中原，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说中国的中原，哇，那个不同的种族来来去去，比如说中国曾经被清朝统治，其实如果当时的观念就是外国人来统治中国呢，你知道吗？元朝也是其实甚至连唐朝都是因为唐朝那些李世民他们的种族是比较属于西域那边的种族所以看起来就是一个土地都有不同的种族经过。那台湾呢，因为是一个孤岛陆续有不同的种族进来。那我们看到说，在历史上曾经有很多冲突，对不对？早期有什么闽客斗啦，还有什么那个我们连台湾本来的漳州人跟泉州人也斗来斗去为了争夺土地啦、水源啦
但是如果我们冷静来看，台湾虽然有见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冲突，若比起说其他的地方国家产生种族的杀戮啦，或是什么大内战啦，我们台湾倒是感谢主了哈，大家陆陆续续有磨合有冲突，然后陆陆续续大家一起居住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时候多元种族文化的面貌哈，而且我们看到，注意看这个图啊，有几个元素在里面。第一个是2个妇女，对不对？一个是背着小孩跪在溪边，跪在溪边，背景的天空是暗暗的哈，有一个亮光，太阳的光照射进来，它是在象征什么呢？他说他在黑暗中静默祈祷，抬头仰望。一个是妇女往光的方向来举手哈。那是说，虽然前面的道路还不明朗，但是知道基督的救恩已经来到啊。这个整个图画的象征了哈。然后里面有两种鸟类啊，最下面那个在兰花的左下角有一只帝雉，帝雉。他说这个是象征台湾这个世上稀少珍贵的非常濒危的动物就是帝雉哈。然后在天空有一只飞鸟，大家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吗？是不是那个白鹭鸶吗？北岭溪，比北岭鸶更珍贵，就是真的是黑面琵鹭，对，黑面琵鹭哈。还说这只黑面琵鹭呢，它又象征什么呢？它是每一年从北方甚至到日本的北方中国的东北，然后在那边产卵生下来，它的下一代，然后在冬天的时候飞了好几千公里，飞到我们台南的曾文溪，我们那个七股那边的溪口，在那边休息。那事实上象征什么？就是一个是在地的地质，一个是从外地飞来的，数量都很少。那一个地质是在台湾的海拔很高的地方，那后面这个黑面琵鹭是在经过几千公里的那个飞翔哈。那代表什么呢？代表台湾在艰困的环境里面有信心，有那个坚韧不拔的特性。我们再来看，那最凸显的就是蝴蝶兰蝴蝶兰，我们台湾是蝴蝶兰王国的哈。我们在台南的后壁区现在有在兰花展很多喜欢花的人都会跑去看，哇，真的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台湾也是蝴蝶兰的外销国哇，赚了很多的钱外汇所以因为这样让很多国家认识我们台湾这个美丽的岛屿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产花的国家就是荷兰荷兰他们出的什么郁金香听说昨天跟我们打棒球哇不得了，大家争来争去，很多人都要把那个花把它郁金香把它摘下来那种意思那总之有一个花来代表这个国家我们蝴蝶兰当然不是有的是原生种的但是这个蝴蝶兰在台湾很适合环境来生长。那也看到一个美丽的地方。最后还有一个元素就是远方一个绿色的，就是草代表绿草，代表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国家的国民的草根性，很韧性因为在什么地方，在有土地的地方就会生长表示很朴实、很丰富、很坚实这样子所以这张图画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在为这一天来做祷告会的时候都有这张图画，那是一个非常难得。如果说国民外交的话，那没有比这个更有机会的因为别人要不要看你台湾还不一定但是等于全世界都接纳，各地的教会都接纳这一张图画跟我们唱的诗歌。那我们说大概都有在上个礼拜五就举行过了3月3号。那我们看看有些地方举行的经过，这些图片这些我们刚刚设计的理念牧师用讲的好，这个是我们在台北的济南教会他们所举办的妇女公祷日的一个聚会。看看前面有布置很多台湾意象的东西还有台湾的地图。那在台上都是女生除了讲道的牧师以外你看，而且他们还穿了不同的族群的服装来代表族群的融合
那前面的摆设非常有意思哈。那还有不同的地方，这个是他们在济南教会举办的。还有另外一张就是各教派，每一个牌子代表一个教派，他们集中在台北一间信义会举行这个公祷日。所以换句话说，不只是长老教会是全台湾的妇女所举行的哈。这个是他们公祷的情况哈。这些姐妹就像刚刚一样，谢牧师跟婉如执事哈，他们就一起来念这个祷告文哈。就是他们这间是我们台南中会在上个礼拜在嘉里教会举行的哈，也是布置得很漂亮。由我们的副议长陈信昌牧师哈，他来讲道。我们说这个把它画小范围，就是这个布置很有意思。你看，所有都是跟台湾的元素了，除了这个海报以外，有台湾的地图啦，有台湾的百合花啦哈，有水果啦哈，还有香蕉啦，还有一个台湾的这个什么 LV 的袋子哈，还有米，对不对？还有那个稻草，还有那个小米哈。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们在解说说台边还摆了台湾啤酒台湾啤酒。当然这个不是说好像要喝啤酒，它是因为台湾啤酒是写出台湾一个大字嘛哈，象征说这个台湾的元素，让大家知道认识台湾哈。这个是我们台南中会所办的。那这些都是为了要呈现说全世界大家一起关心为台湾祷告。那刚刚我们看那个影片有很多祷告的内容就是每个国家都为这个祷告。好，那用这个主题叫做我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就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所宣讲的哈。那我们前个礼拜我们用使徒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段话一方面鼓励他们称赞他们，一方面也责备他们。那如果从时序来讲，保罗这段话是比较早的，就是他们教会设立的初期，保罗关在监狱里面所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所讲的。那个时候他们就表现出他对以弗所教会的感恩跟赞美哈。简单的话，这个背景就是当时保罗是被关在监狱里面，那听到以弗所教会的需要，他就写信给他们。他心中却充满着属天的荣耀跟盼望，为圣徒来祈求。书中所写的大概没有看到说他被关会有生命的恐惧，都没有，因为保罗认识到神呼召他的指望，所以保罗就用这样把他的感受又听到以弗所教会充满了信心，对弟兄姐妹有爱心，他就给他们做勉励所以我们也看到说，一般称呼说以弗所教会这一封书信就是一个建造教会很重要的一篇一卷书哈。那我们如果从这段话里面就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会挑这段话，很有意思，一个典故或是一个故事了哈。好，很多年以前5、6年前了，上帝早已知道台湾的需要，特别是今天这份主题哈。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世界公祷日的会议就选定说，5年后要为台湾来祷告，把经文选好了，主题就是要兼顾在主里的信心。那这一次主办的那个主席他就做一个见证说，怎么会那么样的巧妙？5年前上帝就已经预知了，或者说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今天我们面对3年来的疫情整个台湾社会国家的一个变化。他就老早为我们设定了这个经文，那就是很奇妙哈。这个跨宗派的委员会主席叫做张贝利牧师，他做见证说，2017年确定了2023年为台湾祷告，经文已经确定，当时还没有疫情，但是我们看见台湾面对今天动荡不安的环境，我们怎么样从这段经文得到信心哈？所以他说，回想当时上帝给的经文是兼顾我们对神的信心。那真的很适合现今的需要，上帝的安排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真的，我们很难去预测说，在2000年年初突然间疫情来了，我们这个台湾或者全世界都被封锁下来，我们更难去预测说，在这种全世界
无论是经济各方面都受到重大打击的时候，神特别眷顾我们台湾，竟然在这2、3年当中，台湾的 GDP 啦，台湾的整个产业的发展，台湾的整个经济收入反而是逆向成长。虽然有那个贫富不均的问题，对不对哈？因为那个大企业赚很多钱呐，但百姓可能也遇到困难，很多抱怨，这个都是事实。但是很难去预料说，我们现在的国民的总收入已经超越韩国。以前韩国是多我们很多那这个是一定是神特别美好的旨意。那我们特别要感恩了哈。所以我们回到这段经文，有3个保罗他的一个分享，就是说保罗听到以弗所教会对主耶稣有信心，向圣徒有爱心，他不断为他们感谢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常常把注意力转向上帝，不要看环境或周围形形色色，以至于我们能够放心活在上帝面前，继续往前走。大概是我们今天面对台湾的处境一方面有可喜的事，一方面有忧虑的事。那我们怎么样坚定我们的信心？特别出名的这个学者圣经这个神学家叫做约翰斯托，他有讲了一段话，他说：许多基督徒面对困境，是因为我们忘记自己是2个国度的子民。基督徒所以会跟一般人不同，不是因为我们有超能力，或是我们有什么3头6臂，是因为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确信我们属世的国度，还有一个属灵的国度，我们是2个国度的子民。所以我们活在地上，身份是世上的子民，但是藉由耶稣基督，我们也是天上的国度。那就看你遇到困境、遇到挑战、遇到很多问题来的时候，你是用地上的子民在思考，还是你知道我是属天的国度，我能够超越这一些困境？可能一般人没有办法超越，但是我因为有神可以依靠，我就能够超越这样的困境。所以保罗鼓励了基督徒，他说：我们虽然在地上，但是也要活在天上子民的样式啦。我们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同样工作朝九晚五，我们一样遇到现在气候变迁现在南台湾好几百天都没有下大雨都没有淋到雨的感觉小雨还可以，但是没有大雨那有时候雨一下，哇，下了好多，又太承受不了，那怎么办？我们都面对这样的环境，但请记得，眼光注视上帝，目标就是为了认识上帝，持续因为跟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就会超越世上眼睛所看见的所以换句话说，这段5年前所定的经文，让我们一个显示说，今天我们台湾教会更需要学习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心，而且对圣徒的爱心，因为我们相信上主在这个国家掌权。弟兄姐妹，我刚刚提到说，那个海报的设计说，台湾成为一个多元族群融合的地方，你可能有时候你会不认同说，我天天电视争论节目吵得不得了，怎么会什么族群融合？如果说相对于很多国家种族杀戮或是战争内战，我们发现说在立法院或者在那个政论节目吵一吵也不错大家发泄一下。但是大家平常生活起居你我大家都是好朋友，那反倒是台湾的福气啦。当然我们希望这些纷扰能够减少那换句话说，神给台湾一个美好的祝福。我们上个礼拜看到这个地图，我知道说以弗所在这个地图的正中央，就是在爱琴海的附近，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港城市所以保罗就是因为以弗所这间教会他们所美好的表现，他就为他们做祷告。有三段的祷告，一个是求荣耀的天父把圣灵赐给你们，这圣灵会给你们智慧，启示你们认识上帝。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他在赞美以弗所教会有信心嘛，又有爱心。那这些东西呢，不是靠人的力量来的，而是神给他们的力量。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这卷书里面，保罗特别强调2点，就是说圣灵给他们什么呢？一个是印记。我们看到以弗所书1章也提到说，圣灵给你们印记，好像有一个就是
暗藏的记号，被圣灵所盖一个印章的意思哈。第二个是确据，保证我们能够跟主耶稣同享一切荣耀跟基业。也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勇敢的承认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知识或是我们的学识都不一样，但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见证就是说，你认识上帝不是因为你是科学家，你是大律师啦，或是你是高高在上的领袖啦，才认识神。你的知识的认识只是一部分。很多学者，很多研究圣经的，研究越深就越批判，因为他们不是用属灵的眼光在看圣经。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非常确认的说，有时候我们认识神，可能比一个不识字的姐妹还少，因为你用你的经验，你用你的知识在认识神。但是当圣灵医治了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经验是比你深刻的多。特别我们在看到很多见证，我们看到真情部落格很多见证，你就发现说，他们认识的是因为有圣灵跟他们同在。从这段话开始，我们看到说，保罗就是看见他们有信心、有爱心，就是说求神把圣灵赐给你们，因为这样你们才认识神，就不是用人的办法，不用人的知识。所以基督徒要领受智慧，还有启示的灵来祷告，这样才能洞察人心的需要。第二点，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好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有心眼，你就会看见这个盼望不是人的盼望，是一个属灵永恒的盼望，而且他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丰富的。所以我们可以确认说，基督徒有盼望，未信的台湾百姓也要有盼望。所以我们就求教会就求上帝给我们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来看见上主要在台湾所做的事，如何使台湾成为荣耀的基业，上主荣耀的基业。这是我们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妇女主日一个祷告的一个主题主标轴哈。那在困难的时代，上帝怎样借着祷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福音要借着上主的大能大力来运行，使得着更多的台湾的百姓。这是一个盼望跟信心得着。那第三个就是他在我们当中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的强大。神要透过这样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疫情慢慢消退之后，我们怎么样借由这段保罗所勉励以弗所教会的话题，也同样容纳接受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特别是今天我们为妇女的主日来做一个特别的主题，我们也期待神能够兴起富强教会的姐妹。我们看看我们姐妹们的恩赐跟委身，是神所特别恩待在我们富强教会当中的。我们都知道现在进步了国家社会的国力指标了。换句话说，现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他们在讲他们有多么很多指标哈，其中一个就是女性的指标。我们有一个新的名称叫女力，有没有听过？女力就是妇女的力量哈，他们的那个潜能在各行各业发挥哈，那是这个国家进步的指标之一了。另外一个称呼它新的名字叫叙事力，叙事力就是姐妹们的势力哈。但我们也承认了哈，其实我们这个性别工作平等法在20年前就通过了，但是借由大家努力推动，有些场域或是有些职场姐妹所受到的待遇其实还不能跟男生等同了。不过从我的体验来讲哈，我们知道说，人类有史以来男女一起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如果坦白来讲哈，男生会的女生大概也都会了，但是你承不承认女生会的男生不一定会，对不对？这是我们不是恭维是真的是这样子。但是因为传统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男性主导或是所谓的沙文主义啦，或是所谓的父权的领导，是一种曾经走过的一种辛酸的岁月。但是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台湾在全世界
是最开放的一个国家之一，因为我们可以让所有的妇女姐妹在各场域、各领域来发挥。那重点是说，你有没有，我们的姐妹有没有认知到说，神给我这样的恩赐，给我这样的呼召，给我这样的使命，我能够回应他对我的呼召吗？还是总是认为说啊，这个给男生去做就好，我们躲在后面呢？还是你愿意成为一个领导者？所以性别友善的促进是我们现在台湾社会一个努力的一个过程当中。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人看到最近的教会新闻有看到我们不是有一个很人认识的这个马鞍峰教会，在那个南加州的马鞍峰教会，他们是属于浸信会系统，他们前不久才被美南浸信会，我们知道在美国最大的教会就是美南浸信会，还有包括卫理会啦，或是我们的长老教会。那美南是非常庞大，特别是美国南方黑人很多，他们还没有办法接受女牧师啊，所以他们就看到说，去年呢，因为马鞍峰教会他接纳女牧者、女生的牧师，他们竟然觉得说，对不起，我们的立场还没有办法接受女性的服侍人员，所以他们准备要把马鞍峰教会赶出去他们这个大团体里面。当然，他们还在目前还在好像回应啦。不过我们是尊重他们的思考跟信仰我只是说，到今天还是有这样的观念，他们的信仰立场是这样子。那我们回到我们台湾的社会，我们长老教会我常常在用一个数据很好讲，就是我们的谢牧师他在37年前封牧，跟牧师夏牧一起封牧在澎湖七美。那个时候，长老教会就在统计说，那谢牧师你是第几个女牧师第几个女牧师？算一算，他们有一个女牧师的群组，或是女牧师的一个团体谢牧师是第20号。换句话说，谢牧师前面有19个女牧师，而且已经经过好几十年的历史，因为我们封牧的时候长老教已经100多年了嘛，前面才19个女牧师啦。不过经过这30几年来全台湾我没有很仔细统计，大概有300-400个，已经有300-400个女牧师。所以今天如果去各地教会你看到一个穿得很漂亮的师母在你前面，你就先不要问她说你是不是师母或是牧师娘，要先问她说你是不是牧师这样可能问起来会比较正确一点。换句话说，现在女力在长老教会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大。那这是我们台湾的教会一个非常感恩的事，因为大家对女性服侍神不会觉得有什么隔阂啦，因为我们台湾的社会就是这样子。所以最后牧师要藉由这个主日特别鼓励我们富强教会，我们的姐妹有美好的侍奉的传统。那一天我在谈这段话的时候，我们的魏鹏长老说，我们的姐妹女性撑起半边天我觉得半边天可能还不大够，那2/3的天呢都被我们姐妹所支撑住了。换句话说，我们这一次在庆祝妇女在台湾100周年，妇女事工100年了，去年就100年了或是前年就100年了。他在征询说每一间教会第一个女长老那我们就报名出去说，我们富强教会一个女长老叫做杨素英长老，就是我们满族长老的婆婆。她参与开拓当时47年就参与开拓我们这间教会所以另外一位就是我们魏鹏长老的妈妈就是我们的青碧丁乐青美长老他们都被神接到天上去了。他们曾经在我们教会在初期最缺乏的时候最不足的时候，成为妇女的一个委身的代表。当然当时还有很多女的执事还有我们的那个妇女团契，很多事工都由这些姐妹撑起来。当时我记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我们当时的富强教会比较小，有庭院，很多姐妹当时我们也没有这个外汇带进来吃的东西，
都有这些姐妹掌厨哎，我们呢设了一个厨房，真的是姐妹出来料理一切哈，让大家享受一个非常美好的团契的时光。那期待我们富强教会有更多委身基督的姐妹，灵命追求成长，恩赐发挥，合一同心的姐妹。我刚刚讲说，因为我们教会，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妇女团契了，所以比较有纯姐妹的团体来主持这个礼拜。不然今天应该是全部都有姐妹来主持才对哈。那我们来祷告，当我们迎接50周年的时候，我们期待更多姐妹在各场域的姐妹的门徒更多的成长受召啊，兴起更多的妇女领袖哈，为福音宣扬跟教会的增长建造贡献智慧跟恩赐。这是我们今天用妇女主日来敬拜的一个来重点的地方。等一下牧师做一个祷告，我们要请我们在座有些敬拜团的人可以拿麦克风，而且有歌谱来唱。等一下要唱这首主题诗歌了哈，虽然是很生疏，但是我们看那个歌词怎么来唱，我们听见你对主耶稣有信。